你知唔知道我呢度住咗4個惡魔啊？就係抑鬱症啦、驚恐症啦、憂慮症啦，同埋創傷後遺症4大天王啊！佢哋陪咗我已經25年噶啦。25年前，我發現我老公喺出面包二奶。我同佢唔係成日嗌交啊，嗌到拆天嗰隻啊，而係我哋係好恩愛啊，又成日拖手搭膊頭啊，好多嘢講，仲周圍去旅行。所以當我知道佢喺出面生埋細路嘅時候，我簡直成個天都冧咗落嚟啊！我就係企喺呢一度19樓，當時係想跳落嚟噶啦，隻腳亦都已經伸咗出去個窗出面。好彩我屋企隻狗仔500蚊，佢當時喺我後邊係咁吠，咁我望住佢，又諗起我啲仔女咯。如果我真係跳咗落嚟，咁佢哋點算好啊？我當時就唯有縮翻隻腳翻入屋入邊，咁我就喊咗成晚啦。之後嗰幾年，我經歷咗同老公離婚啦，由公屋嘅綜援再駁翻上去中產，因為我老公包二奶，佢冇俾錢我噶，所以我唯有咧就嚟呢度第一次攞綜援。大概過咗7-8年啦，咁我個仔大個仔啦，就出嚟社會做事啦。咁佢第1個月出糧咧就已經俾家用我咯。咁我當時咧就第一時間咧就嚟社會福利處就 cut 咗個綜援，然後我公司又執笠又跌過落嚟，就係因為咁樣我嘅抑鬱症好翻，跟住又復發，不斷咁樣輪迴，好似永遠都唔斷尾咁啊！但係咧，我慢慢咧就發現，我唔需要好翻晒噶，只要咧今日比尋日咧好5%，我就會將呢5%嘅方法咧一個個咁執出嚟，用喺自己嘅身上，再用喺我教自閉症小朋友嘅身上，再用埋喺佢哋家長嘅身上。今年我已經65歲噶啦，雖然我仲食緊藥，但係我仲好有夢想，好有朝氣，仲可以咧笑住同你講古仔。如果我得，我諗你哋一定得噶。而家我專門陪45加嘅女士行出佢哋情緒嘅低谷。嚟緊咧，我仲有好多故事同埋對抗抑鬱症嘅方法同大家分享，記得 follow 我啦，我哋一齊行落去啦！